想有醫美級效果又唔想打針？7日前嘅我係咁敏感、爛面、反覆泛紅，連護膚品都唔吸收啊！7日後嘅我話俾你聽，唔使打針食藥，直接幫你重建皮膚屏障。可能你會問，外鼻涕唔係一定打針先有用咩？我會答你，而家唔使啦，只要有 Now Me 超滲透灌注美容儀，就可以用無針、無創、無疼痛、零恢復期嘅方式，將醫療級外鼻涕精華灌注入肌底，效果媲美打針。但做完又唔會紅，又唔會敏感，而且無痛感、無風險感染。佢唔係一般嘅導入儀，只會做表面嘅保濕，而係從細胞層啟動肌膚再生，配合 Now Me 醫療級胚胎原生外鼻涕精華，直接將高活性微囊泡送到真皮層，啟動細胞再生，真正拯救爛面。市面上有好多外鼻涕嘅精華成分都唔透明嘅，唔會話俾你聽有幾多活性囊泡。如果好唔好彩買到嗰個外鼻涕成分好少啦，或者嘅雜質仲多過外鼻涕，咁就係貼錢買難受啦。Now Me 推出嘅外鼻涕每支含有200億級嘅活性囊泡，絕對係1分錢1分貨啊！唔止係表面保濕㗎，而係從細胞層啟動肌膚再生。如果你以前係用咩都覺得刺痛嘅人啦，而家你會覺得皮膚係再生一樣啊！真心係感受到你嗰個皮膚屏障係重新修復。好多人去韓國打水光啦，打生長因子，做挑皮破壞式換膚，但敏感肌、痘痘肌其實承受唔到㗎。真正健康嘅皮膚唔係靠破壞式嘅療程，靠嘅係修復再生。Now Me 超滲透灌注美容儀，將安全醫美級修復帶入屋，原價13888，而家留言或即刻俾個優惠碼你，7888同爛面講拜拜。